这不是你与王英定情的地方吗？怎么要领本尊来此地？莫非你又要故技重施，向本尊也来一次告白？大人可真会说笑。小维只是觉得此处风景宜人，所以想请大人到此处尝尝小维的手艺。小维知道大人不食人间烟火，可既然大人喜欢喝小维泡的茶，小维就特意准备了一些茶点，来请大人尝尝。这是小维在人间这几年学到的最好的手艺，不怕大人笑话，小维做的茶点可是无人不夸，不知合不合大人的胃口？说吧，有什么事要求我？果然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大人。大人可否知道那天抓李靖的妖兵有何来历？是否和镇上的弯心妖是一伙的？你是觉得本尊每日都很闲散是吗？连这些野妖的事情也要来过问？大人是寒冰地狱之主，降服的妖魔甚多，见过的更是无数。那些妖兵竟然不怕金刀，而且被妖兵所伤之后，伤口无法愈合，就连螳螂的除妖法咒也没有用。小维很是奇怪，这些妖兵到底是何来历，所以才斗胆想请大人指明真相。你是怕王英敌不过那些妖兵而受伤，伤及性命，所以才来求本尊的吧？小维如此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，其实只是想赢得赌局，早日得到王英的爱慕。大人是神明，应该知道那些妖兵的来历，知道如何应对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你就是这么求人的吗？人间有句话叫“吃人嘴短”，方才大人已经尝过了我的茶点，这个忙终究是要帮的。我若不帮你，又能如何？
才能打动大人。酒逢知己，本尊想喝酒了。既然大人如此看得起小维，那小维就陪大人一醉方休。郑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当初相识的时候，也像这样望月轻谈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当然记得。郑兄，当初真的谢谢你舍命相救，好在你平安无事，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会愧疚不安的。以前你是公主，我是侍卫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虽然你现在不是公主了，我也一样会尽心的保护你。我郑吉言出必行。郑兄，我心有所属，你还是不要再付出感情了，静儿受不起。而且，你不是说过你要建功立业，好将你娘亲接离故乡团聚的吗？已经晚了，我娘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就算有功名成就，也已无用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娘是怎么过世的？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静儿，今时今日，我也不想再瞒你。其实我是万古族的二王子。我娘是万古族的王妃，但是王后一直欺压我们母子。那日我被族人带回族里，我娘为了救我，被王后害死。是我愧对我娘，是我害了我娘亲。郑兄节哀。其实，我母后过世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痛不欲生。可是，我表兄告诉我，我母后最大的心愿，便是我过得开心快乐。天下间的母亲都是一样的，你娘为了救你而牺牲自己，便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所以，为了过世的亲人，我们也要坚强的活下去。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，不为我们做儿女的担心牵挂。出来吧。你还在坚守？长老不放心二王子。二王子已经死了，再也没有这个人了。不管怎样，你始终都是万奴的主人。少主，你不愧是长老的血脉，略施哀兵之计，便让阿莲对你死心塌地。还博得了金皇公主的同情，真是两全其美，让万奴实在佩服。我对静儿是真心的，你要是敢动她一分一毫，我定会让你10倍偿还。万奴不敢，万奴不敢，请少主放心，万奴此来是率领妖兵协助保护少主的。为少主马首是瞻。至于金皇公主，还是请少主亲自出马。小维，小维，小维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
往哪儿跑？糟了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王大哥，这个是从弯心妖的身上扯下来的。二弟，我总觉得这件衣服太华贵了，我还是换回我自己的衣服吧。哎，你可是我结拜大哥，又是我萧府的贵客，衣着岂能寒酸？这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定会笑我吝啬、招待不周的。大哥，你就放心穿着吧。让二弟破费了。哪里？小侯爷，锦绣坊的面料送过来了。这是我特意找京城最盛名的布料店买的布料，打算为小薇姑娘做一件衣裙。我相信小薇姑娘一定会很高兴。大哥意下如何？挺好的。你有没有看清楚那妖怪的容貌？